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喺開始之前，如果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、留言、like 同埋 share， 最緊開幕嘅鐘仔，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。如果方便的話，麻煩頂到尾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作者就係資深地產傳媒人劉少昌。文章嘅標題就係樓市似旺非旺，實質暗藏殺機。糖衣毒藥包裝下，實有人再中招。內容提到樓市只係旺個別新盤，未有因及全城。縱使二手業主願意蝕住走，都唔係咁容易。除咗要同一手新盤打硬仗之外，全城仲有唔少對手盤，想要走得快好世界係難上加難。睇翻過去嘅週末，西沙士、Sierra 兩轉都沽清，而事實市場暫時缺乏利好消息，關稅戰亦都未有具體方向。二手入市意欲仍然唔太積極，今年每逢有大型新盤推出嗰陣時，二手就會處於被動，一嚟冇代理會理會二手，而且新盤血戰下屍橫遍野，二手縱使減價都冇人睺。呢個可以講得上係永恆定律，佢入行接近40年，一早睇清咗呢個結果。佢係一啲傳統嘅大型屋苑，無論喺價錢、樓齡、值博率都遠低於黑客嘅新盤，唯有靠租金上揚同埋社區成熟呢啲僅餘嘅優勢賦予抵抗。如果經濟唔能夠喺今明兩年復原，再等落去只會減值更大。佢認為有樓者不如放棄，更換一啲年輕嘅社區，等未來10年可能出現嘅樓市復甦好過。而市場出現短炒獲利過唔多，呢啲執死雞嘅行為唔建議仿效。由於呢啲投資者往往都有代理夾檔，一邊就撳價等投資者可以平價入貨，而另一邊就向新買家重點推介。呢種人為銷售屬實係有計劃咁進行，呢啲代理喺2次買賣就可以收到4次佣金，不論佣金幾多都會替投資者當軍師。呢啲就係雙邊代理嘅弊端，代理係最大嘅贏家，未夠中立，為實質嘅得益方。而喺新盤一輪搶戰之下，一手嘅貨尾不減反增，上月就增加至到28,000夥新高，意味住發展商藉住樓市好轉，紛紛謀定殺價清貨嘅行動延續。最近又有新盤再度推出呼吸 plan 嚟誘發買家入市，而且再以特別佣金俾代理，呢啲正正反映出要錢唔要貨嘅散貨手法，以圖喺短期內將貨尾截現，將風險轉嫁俾心急入市嘅買家。最後嘅結論就好似標題所講，呢段樓市似旺非旺，實質暗藏殺機。呢位前輩似乎對後市都睇得好淡。另外，美聯喺今日公布樓價指數，最新報127.56，按周微升咗0.17%，大致係反映緊美國公布對等關稅，令到港股大幅波動當周嘅市況。如果同4個星期前相比，樓價指數升咗0.59%，以今年到而家樓價仍然跌緊0.44%。而地產代理亦都係今日公布週末10大屋苑嘅成交宗數，中原就話錄到14宗，重上雙位數之餘，亦都創近5個星期新高。零成交屋苑就減至2個，而最搶眼就太古城同嘉湖，週末2日分別錄到4宗同埋3宗。而美聯公布嘅連埋佛誕3日長週末10大屋苑成交16宗，如果單計週末就錄到14宗成交，已經係連續4個週末維持喺雙位數水平。另外近期積極散貨尾，華懋喺何文田上蓋如一系列再錄得6宗嘅撻訂個案。根據成交記錄冊嘅顯示，新近連錄6宗取消交易個案，就係如一第一 B 期。呢批單位全數喺2023年嘅3月首輪發售嗰陣時賣出，每戶成交價介乎817萬4去到3091萬，總共涉及樓價大約9935萬，現時已經列明為終止買賣合約。預料買家棄購，發展商將會收10% 嘅訂金，即係大概993萬。施永青嘅仔喺呢段時期都買入咗一間，唔知撻訂有冇佢份。如果連埋同係嘅如一天海喺日前連錄6宗取消交易個案，即係項目2期喺今個月已經錄到12宗嘅撻訂個案，總共涉及樓價超過1億7100萬。另外長實位啟德跑道區嘅項目喺日前就公布咗中文名稱，叫做花與海。長實執董趙國雄表示，項目第2期最新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，連同舊年早喺11月已經獲批預售嘅第1期，合共提供723夥，將會喺今季推售。而定價方面會參考區內前臨維港景嘅新盤成交價。而項目分為3期，總共提供1005夥，當中頭2期主打2房同3房，而售樓說明書同埋示範單位亦都準備就緒。項目嘅佈局就好似一朵花咁。而1期同2期嘅預計關鍵日期分別係2027年嘅5月30號同9月30號，樓花期都超過2年。而呢幅地就係長實早喺2021年嘅1月以102億8千萬買入，每平方尺樓面地價係15,861蚊。
另外，尋日先至講起公屋，今日又再多一單新聞。事源一家5口3代同堂嘅陳氏，經過10年嘅等候，終於俾佢哋輪到天水圍天慈邨一個大單位。諗住係幸福嘅開始，陳生仲用咗大半生嘅積蓄去為呢個單位做裝修。點知搬入冇幾耐，就發現有個恐怖鄰居住喺對面，開住道門，開行嘅收音機製造噪音，都諗住忍下。去到今年嘅3月28號，陳老太就湊住放學嘅小朋友翻屋企，呢個鄰居就主動走嚟問佢個仔係咪做警察，係咪特務？陳老太話唔係，跟住就冇理會佢。而喺第二日，呢個鄰居就攔住阿陳太，問佢清晨4至6點有個人出入係邊個嚟嘅，係唔係特務？陳太就一概否認，但呢位鄰居話自己有精神病，話係就係。除此之外，佢仲喺自己嘅單位門口貼咗幾張大字報。文筆係唔通，但係可以見到佢寫住英女王、戴安娜王妃全晚偷聽軍情六處，又話有人偷佢錢，而最令陳生擔心嘅係有一句：你嘅小朋友住喺度好危險。而呢個鄰居仲自己主動報警，話陳生屋內有英國特務，會諗盡辦法逼走佢哋。陳生有嘗試想同佢解釋，但就俾呢個鄰居粗言穢語問候。又話自己戀童癖又發作，好 X 中意玩你啲細路噶，仲話我好中意玩你啲仔女噶，知唔知？你玩 X 我咪10倍奉還咯。事件令到我哋好驚，而呢位鄰居經常開住大門同鐵閘，嚇到佢哋上樓落樓都要揾保安陪同。而陳生喺明查暗訪之下，先至發現呢個鄰居原係慣犯嚟嘅，對上至少逼走咗2個租客。而佢喺獲拍呢間公屋嗰陣時，曾經問過房署嘅職員點解上手租客會搬走，職員只係輕輕帶過，話同對面單位有幾句嗌霎。而同層嘅人都知道，原來呢個人係有精神病，而且帶有攻擊性，同埋經常滋擾鄰居。而家成家都好辛苦，好大壓力。陳老太翻出屋企門口，個心都卜卜跳。而家佢哋屋企都唔敢翻，只可以去親戚嗰度暫住。就呢件事，陳生有向屋邨辦事處反映，但係佢哋話鄰居已經年過60，加上有白卡，根本上趕佢唔走。建議佢哋自己一家搬走，但係佢覺得只係搬咗嚟2-3個月，又用咗大筆錢裝修，先至發現原來房署係咁樣處理嘢嘅。而之前最少有2個家庭都係面對同樣嘅問題而被逼搬走，覺得房署咁樣做嘢係極之唔合理。呢一頭叫人哋搬走，下一頭又叫人哋入嚟。有記者就陪同阿陳生去屋邨辦事處嗰度理論，但係聽得最多嘅只係程序同埋指引。而租客受到恐嚇要點處理，又係要跟翻程序同指引。而個對答亦都令到主持人睇唔過眼，就直接問佢哋：咁究竟係咩指引同埋咩程序？職員就叫記者揾翻新聞組。事主阿陳生就呢個回應覺得相當失望。如果連埋陳生都搬走，即係最少都有3個家庭被對面嗰個恐怖鄰居逼走。而整件事房署係有疏失，就算揾到個單位俾陳生一家搬走，相信都要賠翻啲裝修費先至合理。但係呢個只係我一廂情願嘅諗法，到呢一刻房署係唔承認責任。再嚟跟咗一下幾單二手竊讓個案，第一間就西灣河嘅 Island Residence 高層私室499尺，賣咗828萬，尺價大概16,500。業主就喺2017年以980萬零2千蚊一手買入，次貨8年，帳面蝕咗152萬2，相等於15.5%。第二間就元朗嘅朗屏8號5座 J 室392尺，賣咗500萬，尺價大概12,700。業主就喺2020年以596萬買入，次貨5年，帳面蝕咗96萬，相等於16%。第三間係位於啟德嘅龍譽1A 座高層 F 室515尺海景，賣咗1038萬，尺價大概2萬。業主就喺2017年1287萬2千蚊一手買入，次貨8年，帳面蝕咗249萬2，相等於19.3%。仲有一間係沙田第一城43座高層自室304尺，賣咗394萬5，尺價大概12,900。業主就喺2020年以506萬8千蚊買入，次貨5年，帳面蝕咗112萬3，相等於22%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如果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、留言、like 同埋 share。如果方便的話，麻煩頂到尾。